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国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
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
英文为定白，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设置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为定白，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设置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
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三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亲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三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
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白，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白，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
名产有产波罗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三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三门五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波罗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三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
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
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意贤观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
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白，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白，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
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三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三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
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三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意贤官3600圣48000贤，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白，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三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意贤官
3600圣48000贤，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为定白，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湖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为定白，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湖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
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和老前人与陈前人像。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
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三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意贤官3600圣48000贤，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和老前人李陈前人像，佛内外佛堂道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三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
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三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及冠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三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三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
一轮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一轮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和老前人史基果。
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为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设置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为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设置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
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
乌山头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白，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白，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
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
波罗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三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一冠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三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
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正训文物，一楼有读经教室、国乐班教室、三韵合唱团教室、4年制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举办道德经班、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学界英文道义班、64代道统名师木刻像。办公室与交易厅、义和众志爱心会。一楼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九龙半先天母图及神龟龙马雕刻。
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为定白，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为定白，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
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
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
何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正训文物，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